为着要保护环境，减少塑胶，环境部打算要扣回收处理费。不过，若准业者使用绿色设计，减少标头使用再生原料，这回收处理费上济都会当拍7折。 这款洗衫精使用是100%回收再生料，挂喙拢是同一材质，标签无粘伫顶头，是挂牌会当轻松移除。这就是环境部鼓励绿色设计，复合纯料、原色减标签，佮有使用再生料，了回收处理无麻烦。专家指出，真侪塑胶容器因为材质无单纯，加上标签黏死，回收有困难。很多这个东西最后就不会被回收了。 哦，那也很可惜，它本来是可以回收的，贴一个标签把它贴死之后，造成它后面回收困难。为着要鼓励业者伫源头进行绿色设计，使用再生料，环境部推出优惠，针对制造商要交回收程度处理费率，上悬是拍7折，上紧明年上半年来提出。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鼓励性的费率的话，那我相信更多业者会主动的来参与。环境部有估，若讲有7成的容器业者投入绿色设计，总优惠的金额会当达到3亿，嘛来减少1/4塑料的使用。我们可以减少这个我们塑胶的原生料，那同时也可以达到一个减碳的目的。真侪民众回收的塑胶容器，其实无真正正义再利用的体系，因为材质伤过复杂，了人工去拣出来，造成干脆互堆起来，无法度处理，制造新的环境问题。有回收业者早就呼吁应该量早来统一材质。这个环境部将推出塑胶容器优惠费率，设法来改善回收塑无法度再利用的困境。记者林俊明、陈昌辉台北报道。